下圖中一個圓和正方形 ABCD 於 P 點和 Q 點相切，該圓嘅直徑係16厘米，三角形 PQC 嘅面積係128 cm²，而三角形 PQC 嘅面積佔正方形 ABCD 嘅面積係幾分之幾呢？ Hello， 我係 Math Concept 嘅 Kyle Sir， 今日會同大家講一講2025年 Math Conception 第34題嘅題目。咁呢一題咧喺比賽嘅時候只有 0.5% 嘅小朋友答啱嘅啫。咁我哋睇一睇咯噃。我哋要知道嘅係三角形嘅面積同埋正方形嘅面積，我哋先知道嘅。好，我哋知道直徑係16厘米之後，佢嘅半徑就係8厘米。我哋換言之知道咗呢一個直角三角形係8乘8除2，面積就係32 cm²。跟住我哋會剩翻黃色部分，黃色部分會係128減走32，即係96 cm²。好啦，我哋點樣去揾得出正方形嘅面積呢？我哋有8，換言之，我哋需要找出 PD 係幾多？我哋將 PD 拉落去黃色部分嗰度，佢係啲咩啊？佢係一個三角形嘅高，咁但係我哋點樣去做到呢？我哋而家拉一條線，分開兩個嘅三角形喺黃色部分嗰度，我哋得出底即係8乘翻高即係 PD， 除翻2就會係其中一半嘅黃色，咁所以就係96。所以8乘 PD 就係96，所以 PD 就會係12厘米。好啦，我哋幾分之幾啊？成個正方形嘅面積就係8加12係20，20乘20。三角形嘅面積俾咗你嘅係128，約減佢之後得出25分之8。呢個亦都係第34題嘅答案。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我哋 Math Conception 嘅題目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